镜头转来咱国内，伫中华电中2giờ半暝时阵，有甲属公司甲地下管线灌空气咧做测试，结果车路煞是向规个裂开，加在是无人伤亡。因那这间甲属公司天光了后，就随紧派人去修理，但通过压力的测试了后，就甲车路给保护好。 车辆行驶伫咧马路上，突然间发现头前的车道规个拢破起来，加在驾驶反应紧，还多了一档闪过障碍物。中央关电中镇湾接路20号暗时10点外，路面突然间亲像为地下爆炸共款，毋那拖沙粉规个喷甲路面顶悬，真大声音嘛惊到附近的居民。到底内底损害到什么程度？因为这是关系到咱所有镇民的安全，所以我嘛希望讲新庄天然瓦斯会当。 将这边的事故处理好势。因为发生的地点真靠近加油站，警消人员马上进行交通管制。调查发现，现场因为新庄雅数公司进行管线的测试，敢若是因为人员操作不当，所以发生爆炸。加载无造成人车的损害。雅数公司表示，因为管线测试是使用空气，所以现场并无加数外泄的状况。正常的释压是在常用压力的1.5倍，也就是会在。 我们常用压力是1.5公斤嘛，然后主要是测试2.5公斤，然后刚好压力超过2.5公斤，然后导致它管线从最脆弱的地方，管线的接头去裂开，造成路面的一个破损。新庄雅数公司21号天也未光，就派大型的机具进行开挖。 天光了后，已经找到损害管线，而且开始进行更换。现场损害的路面差不多有3平方公尺。等雅数公司更换管线，而且完成压力测试了后，就会修复路面。记者张华综合报道。